大家好，我是香菜。今天呢，我要带猫搬家啦。如果是从比较早期就开始关注我的观众，应该会发现我影片里的住处已经换了5个。然后现在是第6个，所以以带猫搬家来说，我应该算是老手。那这其实非常不好，因为猫咪有很强的地域性，也很神经质，所以换到新环境，它们会非常不安，有的还会一直躲起来，不吃饭、不喝水、不上厕所。所以今天呢，我就是来跟大家分享我的经验，包括带猫搬家需要注意哪些事情，还有搬家之后可以怎么做来降低猫咪的压力，让它们快一点适应。那我们就开始吧。首先，在搬家之前，一些会让猫咪紧张的事情，建议是在原本的那个地方就做好，像是帮猫咪剪指甲啊、点除蚤药这些。再来就是你的新家要事先做好门窗防护，还有家具防护。我个人是建议先把其他东西都先搬好、整理好之后，最后再来搬猫的东西还有猫。不然你搬家的时候门如果一直开开关关的，其实也会怕它们跑出去还是什么的。而且你事先把东西都整理好啊，像是大型电器啊、家具等等的，也会让它们比较不会那么不安。它们已经很紧张了，就你在那边移动东西啊、整理东西、动来动去，可能会让它们更紧张。那接下来呢，就可以开始把猫咪的东西设置好，最基本的猫碗、猫砂盆啊，加一点原本的猫砂，让它们有熟悉的味道，它们比较不会随地大小便。除此之外，包括你自己的衣服啊，猫咪平常爱睡的床，或是爱玩的玩具等等，上面有它们自己熟悉的味道，也可以降低猫咪的紧张还有压力。另外，也要设置一个可以让猫咪躲藏的空间，因为猫咪到新的环境，一定第一个先找地方躲。那你如果没有给它一个窝或是一个处所的话，它有可能会钻到你的什么床底下啊、沙发底下啊，或是其他一些很脏很奇怪的小角落。再来就是可以在环境里放一些猫薄荷啊、木天蓼等等，可以帮助猫咪放松的东西。把猫咪的东西设置好之后呢，就是把猫放出来的阶段啦。在这边我要强调，猫咪在新环境很紧张的时候，不要去动它，让它自己想出来的时候再出来，然后自己慢慢的去探索环境。不然它有可能会凶你啊、抓你啊、咬你等等，然后很多人就玻璃心碎。那在刚搬进来的时候，你人最好是常常在这个空间里，给猫咪多一点陪伴，也可以让它们比较不会那么紧张，它们才不会觉得自己被丢掉。那有些猫到新环境之后，可能会叫整晚，叫得你无法入睡，这个就是要提前有点心理准备，不然就是等猫咪没那么紧张之后，可以拿东西跟它们玩啊，消耗它们的体力，让它们晚上可以好好的睡着。我的经验是，如果我人在它们旁边，它们就还好，比较不会这么夸张。但是如果你不在或是分房睡的话，可能就会有一点阵痛期要度过。好，那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喽。喜欢我们的话，记得去帮我们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。祝大家都可以顺利的带猫搬家，可以的话最好是有稳定的住所，不用一直搬啦。那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